每個瀏覽器入邊其實都收埋咗一個超強工具，90%人都唔識用。Get 下 F12打開 Chrome DevTools，呢個就係你寫 code 嘅偵探法寶。首先咧睇 Elements 分頁，你可以清楚見到成個網頁嘅 HTML 結構，只要點擊一下入邊嘅元素，旁邊就會顯示佢對應嘅 CSS 樣式。至於 Console 分頁就會顯示錯誤信息，呢個大家之前都學過啦。再嚟睇下 Network 分頁，呢度可以監察所有嘅網絡請求 API 到底有冇成功連線。打開呢度一睇就清清楚楚，教你一個最實用嘅技巧，喺網頁任何地方撳右鍵揀檢查，就可以即刻睇到嗰個部分嘅原始碼同埋設計。下次見到其他人網頁上面有啲好靚嘅設計效果，就可以用呢一招去偷師，睇下人哋到底係點樣整出嚟嘅，再叫 AI 幫手寫個類似嘅效果。DevTools 絕對係你最好嘅幫手。